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幣加 NFT，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心仔，大家都係心仔。又到一個星期啦 ，Bitcoin 而家個價係87,400，穩步上揚中。大家睇到啊，過去2星期慢慢逐啲咁樣慢慢接上去。target 目標可能係上緊呢個9萬蚊美金。咁啊，上個星期嘅呢個 Crypto 快訊啊，都有提及到啊，可能下一個目標價位就係9萬蚊。咁今日要分享嘅嘢咧就係ETF 現貨 Bitcoin 現貨 ETF 啦，跟住1-2個新聞啦，然後最後尾嚟個圖表分析。咁我哋而家先嚟睇睇呢個比特幣現貨 ETF 嘅狀況先。對上一個星期就係呢個17號至21號，上個星期5日裏邊，全部都係正流入。咁啊，比起前一個星期狂流出咧，係開始慢慢叫做有翻啲進步，即係至少唔使再失血。之前係講緊每一日都億零4億3億3億咁啊，億零話接近係冇咗10幾億㗎一個禮拜。而啱啱上星期咧就入翻7億。咁證明啲資金係抄緊底啦，或者叫做慢慢部署緊啦。咁琴日星期一咧都係一個正流入嘅，就有8400幾萬美金。咁狀態好似都唔錯喎，喺機構上邊嘅一個情況上邊望到。當然仲有散戶啦，散戶都可以買呢啲現貨 ETF 噶嘛。好啦 ，ETF 講完之後，我哋又望下微策略 MicroStrategy 又買嘢啦，佢入貨啦，咁就大概喺84,000蚊左右咧，定87,000咧？望下先，84,000蚊，均價就買咗5億幾美金啦，然後 total 有6,900幾粒 Bitcoin 嘅買咗，而家佢總持倉咧去到50,600幾粒 ，over 咗50萬粒啦，佢係50萬粒啊，唔係50萬蚊美金啊，係50萬粒 Bitcoin 啊！跨撚張不得了，然後MicroStrategy 隻股票即日升咗10% 啦，去翻300幾蚊，開心豬豬。之前最低位係200幾嘅，230左右嘅最低位。咁啊，如果計個股價嚟講，都升咗30幾個%㗎啦，已經不得了，比起最低位。然後另一個新聞，我哋又望下 Cathie Wood 女股神，咁啊大家都知佢係中意 crypto 啦，唔好話中意啦，即係佢係 pro 嘅，佢係支持嘅。咁啊中意嘅嘢就應該係中意啲股票升啦佢。咁所以我哋望到佢講啲咩咧？美股短期又悲觀，咁啊然後就會估聯儲局同埋特朗普咧就會救市噶啦，而家就要抄底啦 crypto 同埋 Tesla。咁呢係 Cathie Wood 講嘅。咁佢最主要嘅睇法咧，就係覺得聯儲局今年會降息2至3次，而啱啱上星期聯儲局開完會出咗最新嘅點陣圖，維持今年係講緊2次降息嘅啫。咁而家 Cathie Wood 佢話睇2-3次降息啦，因為上個星期記者會之後，鮑威爾嗰個講話咧就偏向鴿派，即係比較溫和啊，咁就好似唔係好緊縮咁喎。跟住話而家啲人就鬆一口氣啦咁樣。然後 Cathie Wood 就預期今年可能有2到3次嘅降息，或者更多次咁啊，因為通貨膨脹已經持續降溫。啱啱3月10幾號出嗰個 CPI 數據係的確係下降緊嘅。比起3% 再下降2.8啊，唔 exactly 記得，咁大家自己 Google 望翻啦嚇。咁所以 Cathie Wood 就認為降息咁就有幫助。咁上集嘅 Crypto 快訊同埋幣加 NFT 我都有講到，6月可能係第一次聯儲局降息啦，咁到時就可能可以起飛啦，成個 Crypto 市或者美股都係。然後第3個新聞係咩咧？渣打銀行講嘢啦。咁佢講啲咩咧？鳩噏嘢嘅啫，純粹假設一啲嘢嘅啫。佢又話美股七雄，如果冇咗 Tesla 換做 Bitcoin 嘅話會點啊？平均回報更加高，波動性更加低。咁所以佢呢個係純鳩噏、純假設嘅啫。咁佢整埋個圖表啦。
平均每年嘅回報，如果美股七雄換走 Tesla 變做 Bitcoin 嘅話咧，我哋望到藍色呢個咧就係有 Bitcoin 粉，綠色呢個就係有 Tesla 粉。咁我哋望到每年嘅平均回報係呢一年Bitcoin 係靚仔啲嘅21年，22年係差唔多，23年 Bitcoin 靚仔啲，24年 Bitcoin 靚仔啲。如果有 Bitcoin 粉嘅美股七雄，咁然後我哋又望到嗰個波動性，我哋望到波動性有 Bitcoin 嘅話咧，的確係低啲喎個波動性。藍色呢碌係過去2018到202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過去7年都低波動性啲喎。如果 Bitcoin replace 咗呢個 Tesla， 估唔到喎，即係 Crypto 波動性高，大家都知，但係竟然原來係比起 Tesla 更低波動性喎。如果以組合嚟講咁樣去計，咁即係有個少少嘅 fun fact 啦，一個有趣嘅一啲資料啦。然後就講比特幣究竟係風險資產定避險資產咧？咁渣打個數位資產主管咧，佢就話同呢個科技股有關嘅 Bitcoin，咁特別係 Nasdaq 嗰啲指數嘅連動性啦。咁短期內咧就遠高於黃金傳統避險資產嘅關聯，即係其實係近股票嘅。咁所以究竟係避險定風險咧？咁大家要自己判斷啦呢樣嘢。好啦，最尾一個新聞就係講咩咧 ？Arthur Hayes、BitMEX 嘅共同創辦人，前共同創辦人啦，而家已經冇喺 BitMEX 度做噶啦佢。咁Arthur Hayes 就預言咩咧 ？ETH 衝破5000蚊美金。OK， nice。然後 SOL Solana 就會企上呢個300蚊美金上面嘅。咁all time high 噶咯喎，300蚊。Solana 最高位好似260幾，如果冇記錯嘅話，唔exactly記得。咁佢點解會咁講咧？睇一睇先。佢就話 Arthur Hayes 琴日咧就打到比特幣會因為聯儲局轉向量化寬鬆 QE， 就會先突破11萬美金，而唔係回調去7萬6。然後咧，再喺X 嗰度咧就講 ETH 會升到5000，Solana 升到300，有冇人支持我？咁信仰充值補充下啲士氣咁啦，成件事。咁同埋Bitcoin 呢一兩個禮拜開始慢慢升翻啦，自從關稅打響之後，咁就係因為升翻嘅原因，因為特朗普有提到。如果大家對等關稅乜乜柒柒成嘅話咧，咁可以減一減嘅個稅 ，OK， 咁樣就令到個市場好翻啲。咁然後 ETF 個資金亦頭先亦都講咗啦，持續翻嚟啦，流入啦，一個正流入啦。咁呢個就係近排叫做宏觀少少嘅一啲新聞嘅情況，要同大家分享啦。好啦，最尾呢 part 我哋嚟到呢個圖表嘅分析。先嚟望一望呢一個叫做下降軌道，一個 descending channel。下降軌道點樣畫出嚟咧？我就係將呢個低點同呢個低點連一條直線，然後再拉一個平行線喺上邊，就係按住之前嘅高點去放喺呢個位嘅。OK， 咁而家可以叫畫一次俾大家睇啦。咁點解要畫一次俾大家睇咧？純粹係俾大家知道嗰個邏輯啊，點解我會咁樣畫？咁拉翻長少少啦。咁大家就望到啱啱我所講嘅低點連低點，然後拉上嚟呢個高點，然後我就要望佢嘅有效性強唔強啦。呢兩條 trend line， 呢兩條趨勢線，先嚟望下底嗰度。我畫咗喺個低點位連埋呢度，我中間見到有啲影線係叫做插穿過或者掂到，咁一條 trend line 越多 contact point 接觸點嘅話咧，就稱之為越有效。咁然後上邊嗰度咧，我就擺咗喺呢一個實心位收盤價嘅位置呢一度 ，OK。然後同樣地望到好多影線又掂到，影線又掂到，咁我就稱之為一個有效嘅趨勢線啦，近少少，大家望到嘛？啲影線係有插穿或者叫掂到嘅，咁所以越多 contact point 就越為之有效啦。一個下降軌嘅情況咧，其實就係一個睇升嘅
一個形態嚟嘅。咁幾時開始升咧？咁啊最理想當然係掂完啲低位嘅時候咧，咁就係睇升啦。咁而家我哋望到，我哋就嚟升到去掂到上邊嘅咯喎，掂到上邊又點啊？我哋多次發現掂到上邊咧係會懟翻落嚟嘅。咁而家我哋就快要面臨呢一個情景啦。如果呢一個頂位大概呢個位置係幾錢咧？就係9萬蚊美金至到9萬1左右啦，9萬至9萬1左右啦。所以喺琴日嘅 X 上邊，即係前 Twitter 啦，我都出咗個 post 就係話，都係按住呢一個 descending channel 下降軌去講，就係下一個目標價希望 hit 到9萬蚊美金。咁而家暫時望嘅可能仲有1-2日就會 hit 到噶啦。咁啊，希望達成到呢件事啦。到時點咧 ？take 少少 profit 啦 ，take 少少 profit 啦。最怕係咩咧？佢繼續向下跌落去，咁當然最順利嘅就係突破上去開心豬豬啦，係咪？如果大家有記得我上一集講嘅crypto 快訊圖表分析咧，我哋下一個目標位可能係呢度前水平嘅高點，呢度大概係幾多咧？9萬5啊！如果我哋咁樣衝上去突破回踩掂到9萬5點咧，有機會再回踩多下嘅，因為呢度係一個水平嘅阻力。而我最怕嗰件事嘅發生係咩咧？就係一個左肩一個頭，然後嚟個右肩，然後咧就係一個睇升嘅咩啊頭肩頸形態。咁啊〜嗰個怕係咩咧？怕呢度會有個比較深少少嘅回踩，咁所以點解話會 take profit 就係咁樣嘅原理啦。9萬5有個阻力，9萬有個阻力，咁我哋要持續望住佢突唔突破到啦，定係話會跌翻落嚟啦。咁同時間咧，我上一集有提到，從最高位嘅呢一個位置，1月尾嘅時候，影線最高位呢一度。拉落到去最低影線嘅呢一個位置，我發現咩咧？由最高位跌到落呢度咧，仲未出現一個死貓彈，未出現死貓彈。死貓彈嘅意思係由高位跌到落低位，正常會去翻一個叫做50% 嘅位置。咁啊，50% 位置就係9萬3啦。然後61.8% 就係9萬7啦。咁點解會睇埋61.8% 呢個位置咧？傳統股票係睇50% only， 淨係睇50% 啫。但因為 crypto 波動性大，所以我哋睇多一格叫做61.8%。咁呢個就係一個黃金比例嘅情況。咁如果我哋咁樣嘅情況，呢一個叫黃金阻力位，會唔會到時有個回調，然後形成一個頭肩頸咧？頭先係咁預測，而家望呢個情況咧，我都係會有咁嘅睇法，個機率高定低嘅啫。暫時嚟望，絕對係一個黃金阻力，所以如果去到呢個9萬3至9萬7，會唔會 take profit 咧？會嘅，絕對會 take profit 嘅，少少咯，唔好多咯。咁到時可能就會出現一個死貓彈，然後就會繼續落翻去。咁點解會咁睇咧？之前睇個路字啦，4月至6月都係一個比較差嘅季度啦。Crypto 市上邊，即係 Bitcoin 啊 ，Bitcoin 第二季嘅表現通常都係比較差嘅，所以會有少少咁嘅長遠少少嘅睇法係都係偏差少少。然後預計短期內上9萬呢樣嘢就係上集幣加 NFT 有講啦。今集我都依然係咁樣睇嘅，會上9萬嘅，輕劫上去一下，然後就唔知之後點，純粹之後嘅事就之後先算啦。咁短期內呢一個9萬嘅位置咧，take profit 就係我自己嘅 planning 啊，先講係我嘅 planning 啊，唔係你哋嘅 planning 啊，你哋嘅 planning 係你哋自己定嘅啫。咁呢個就係Bitcoin 我望到用2個畫圖嘅方式去顯示到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然後我哋講多少少，我哋睇埋呢個
SMA 啦 ，Simple Moving Average 啦，我哋望到嘅係 Bitcoin 個價上翻200天移動平均線上邊，下一個阻力位咧就係50天移動平均線，就大概喺9萬蚊 ，exactly 9萬蚊啊！大家望到嘛？右手邊黑色呢度 ，exactly 9萬蚊嘅位置就係佢嘅阻力位。我哋望翻上一次嗰個情況。我上集有提到啊，咁樣跌落嚟，然後咁樣升翻上去，呢個200天移動平均線啦，淺藍色呢個位啊跌咗落去，然後上翻去喎，哇！如果靚仔突破50天移動平均線就好啦。我哋最怕係之後穿翻落去，然後呢度有一個叫死亡交叉嘅嘢，就係50天插穿呢個200天，大家望到嘛？係一個向下嘅插穿，一個死亡交叉出現咧。由呢日開始就可能維持一個比較長時間少少嘅一個低位嘅震盪。咁而家我哋望到好似嚟緊有啲咁嘅方向喎。呢個50天同200天嘅移動平均線會唔會呢？我比較保守少少，我會喺呢啲位置 take profit，原因就係怕之後有啲閪冧嘢出現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好啦。呢個移動平均線睇完之後，我哋又睇下呢個 CPR。3月份嘅 Bitcoin 平均價位咧就係藍色呢3條啦，就係86,400至到88,400至到90,500呢一個位置，希望可以掂翻晒，然後之後跌唔跌就之後嘅事啦嚇。咁呢個就係 CPR。目標價位3月份咧就係90,800，第一個阻力位目標價位。然後支撐位係幾多咧？就係74,000。咁啊，叫做報一報個價俾大家聽啦。好，然後我哋望埋呢個 Bollinger Band， 我哋順利突破個 Middle Band 啦。下一個目標位咧就係 Upper Band。Upper Band 嘅價而家喺89,500嗰度。嚟緊我依然相信佢會即係慢慢炒上去嘅。咁啊 Bollinger Band 俾到呢個啟示我哋啦。Middle Band 係幾多咧？就係84,000。Middle Band 係84,000。Lower Band 係幾多咧？79,000，有回升翻少少啊！個 Lower Band 幾好啊！我哋望到好，然後睇完 Bollinger Band 之後咧，我哋睇 EMA。EMA 就係 Exponential 嘅 Moving Average， 即係越近期嘅價位嘅數據就會越反映到嚟緊嘅趨勢。咁就係一個20天同50天嘅 Moving Average。紅色呢條就係20天，綠色呢條就係50天。我哋望到之前出現咗一個死亡交叉，係咪？sorry 講錯咗，綠色呢條係20天，紅色呢條係50天。啊，更正啊，講錯咗，更正。咁我哋望到就係插穿咗綠色，插穿呢條紅色，出現咗一個死亡交叉。咁點啊？咁就含撚咯，係咪？然後我哋望到而家升穿翻呢個20天啦。嚟緊個目標咧就係呢個50天嘅 EMA， 50天 EMA 咧就喺88,900呢個位，88,900。20天呢個 EMA 咧就喺85,000，我哋而家就喺87,000零嘅呢個位置，希望可以順利突破繼續上啦。我哋又望翻上年差唔多時期，唔係差唔多時期啊，差唔多情況嗰個位置，就係呢個位，記唔記得？希望可以突破咁樣上去，然後會有回踩㗎。越升得高嘅話，你越 take profit 就越好，因為最終回踩翻落去一啲低位咧，咁你就叫做賺到錢或者拎到一啲 profit 出嚟啦。咁呢個就係EMA 同大家分享嘅嘢。然後我哋最尾 Macro 咁可以睇到啲咩咧？畫翻啲水平線啦。呢一個位置咧就係90,000至91,000嘅位置。放喺呢度係因為曾經呢度有個叫做阻力位，呢啲有支撐位、影線啊，大家望到啦，係咪？咁呢一個位置咧就係呢個91,700嘅位，我個人認為係有機會 hit 到㗎。hit 到嘅話，仲有機會影線插穿，睇下收盤差喺邊啦。收到嘅話，咁啊回踩，然後繼續升就最理想啦。唔得嘅話，有機會深少少嘅回踩啦。咁呢個就係91,000嘅位置，所以嚟緊我會睇好佢繼續升嘅，而家87,000。下一個支撐位
就係前一個阻力位，呢個位置係73,100嘅位置。咁我哋之前提及過啦，呢一支主力柱比較薄弱啦。咁慶幸而家我哋填補咗好多呢一個區間嘅一個價位，希望呢一個 structure 呢一個結構係一個靚仔嘅 structure 啦。暫時就係講到咁多，咁就今集都維持10零分鐘完到嘅，開心。咁大家同埋可以同大家講，我而家開咗呢個 YouTube 嘅咩廣告合作盈利乜乜柒柒嗰啲，咁可以擺廣告喺我條片度，咁開咗呢個盈利模式，咁唔知有幾錢咧？咁大家睇廣告又可能會令到我分到啲錢啦。可以好透明嘅，即係我啲 view 數其實唔高噶嘛，得個幾百 view 嘅啫嘛。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幾百 view 會有幾錢賺到。咁大家多啲 like share comment，咁俾多啲人知香港有個叫心心仔嘅人喺度講 crypto， 講咗3年，講咗4年啦 total。咁就係咁多，今集嚟到呢度啦，再見，拜拜。